今年生日，我去咗個特別嘅地方，揀咗份重要嘅禮物俾自己，就係健康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無論你咩年紀，都需要健健康康先至可以過到你想要嘅生活。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嚟到深圳嘅和睦家，分享下我打蛇針嘅經驗啦。講起生蛇，真係諗起都驚啊！話說前年聖誕，突然間條腰有啲紅疹喎，好彩自己做開保險，有個客試過出事，所以知道有機會瀨嘢啦。出診第3日就已經去咗睇醫生，好快得埋特效藥。雖然發現得早，醫得快，但係嗰種又痕又痛、冤住嗰個感覺咧，真係搞咗成個月。好彩我條蛇係生喺條腰度啫，聽聞有啲人係生喺塊面度，甚至乎去到隻眼咧，影響埋視力。就算唔影響視力㗎，塊面有得啦，都唔係幾好啦。生過蛇嘅朋友都知道，個病毒係會潛伏喺你體內，到你幾時抵抗力弱就會出翻嚟㗎啦。咁所以今年我終於的起心肝去打蛇針啦。本來已經揾到港醫院嘅朋友攞咗個友情價，4500蚊2針，已經係近年嘅新低啦。但係咁啱喎，又聽到深圳做緊住民福利有補貼，原來去和睦家打咧，2針只需要1650蚊人民幣啫，平佢足足1半有多。初我都有啲擔心，哇！啲疫苗打落身入邊嘅喎，翻深圳打穩唔穩陣㗎？咁所以我就請教咗3位內地嘅朋友，佢哋都話和睦家係一間可靠嘅醫院，自己亦都做過少少 research， 見到呢間醫院咧係一間國際認證，所有嘅藥物追蹤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同埋亦都係香港醫療券嘅試點醫院嚟嘅喎。既然有3重認證，今日就趁生日為自己安排一個特別嘅節目，感受一下北上就醫嘅體驗啦。由於今日係平日，去到嘅時候見到一啲香港朋友 walk in 打針，不過穩陣嘅我梗係預先用微信聯絡客服問清楚價錢，book 埋時間啦。第一次去嘅朋友可以叫客服俾埋路線圖你。如果你鍾意搭公交車就睇第1張，因為我好彩 book 到上晝最尾個節11.4。所以我就試下搭11點正由福田口岸側邊巴士總站開出嗰班免費出土啦。出咗福田口岸，轉左落地下大堂2號門出，再根據呢度幅圖嘅次序揾到362號巴士站，就係shuttle bus上車嘅地方啦。shuttle bus有11個位，大家去到站頭數一數去幾多人，就知道自己上唔上到車啦。車程10零分鐘就到醫院門口啦。第一次嚟嘅朋友要喺地下大堂登記證件，跟住搭 lift 上3樓接種中心，用 Alipay、WeChat Pay 或者信用卡都可以俾錢。聽完醫生講注意事項就可以等打針啦。姑娘喺雪櫃攞藥出嚟之前，會重複多一次注意事項，然之後同你核對藥廠、藥名同埋有效日期。之後就會開藥打針。打針嘅時候有少少痛，同埋之後要等30分鐘，冇問題啦，先至可以離開醫院。趁住休息嘅時間，我就去返前台幫阿哥哥仔印翻出收據俾我，用嚟 claim 保險啦。因為我公司嘅 Good Medical 真係好正啊，喺生日月份有5選1嘅生日禮遇，而我就當然揀疫苗保障啦。如果你想交流一下北上就醫嘅體驗，又或者睇中咗港怡醫療嘅4500蚊2針友情價，都可以 PM 我，大家傾下偈㗎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見。